位早晨，歡迎收睇晨早第一線。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日前公開過去8個月喺內地扣押經過。行政長官梁振英早上結束休假回港，佢將會就事件回應。泛民繼上星期六發起遊行聲援林榮基後，今明2日會分別喺中環及銅鑼灣舉行簽名活動，要求特區政府同內地政府進行交涉。泛民亦會喺星期3嘅立法會大會上就林榮基事件向政府提出緊急質詢，及要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聯同保安局局長及警務處處長出席內委會特別會議，解釋特區政府對事件嘅跟進情況。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副熱帶高壓脊正為廣東帶嚟普遍晴朗及酷熱嘅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天氣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氣溫介乎28至33度，吹輕微至和緩東南風。展望隨後數日天晴酷熱。今次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再會。